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，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的18节到22节，加拉太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你既然顾念他。这是诗篇第8篇的经文所提到的，也是约伯记里面约伯所说的话。他表达了人不算得什么，但是上帝却看重。正如同耶稣基督的比喻教导当中，他所提到的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百合算不得什么，但是上帝却看重并且喂养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8节到22节记载了已经登基为王的大卫，他对上帝所说的话。他说，大卫王进了圣幕，到上帝的面前，坐下祷告说，至高的上主啊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真不配得，我的家族也不配。可是至高的上主啊，你赐给我更多，甚至应许在未来的岁月要恩待我的子孙。至高的上主啊，难道这是人所常见的事吗？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这样做是出于你的旨意，你做的这一切的大事，我要教导我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多么伟大，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的。我们一向知道，除了你，没有其他的上帝。只因为上帝是独一的，是全能的，是慈爱的，所以呢，他看重所有接纳他的人，并且施恩赐福给他们。上帝对于人，就如同人们是他救恩的继承人一样。因为保罗说，凡是相信的人，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就不会再是奴隶了。他们就继承了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当中这样子的提到，还有继承人虽然是所有产业的主人，但是在未成年时却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。在他年幼的时候，有人照顾他，替他管理业务，等候他父亲为他所定的日子来到。同样的，在灵性尚未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也受宇宙间所谓的星宿之灵的支配。但是时机成熟，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，由女子所生，而且活在法律下，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，使我们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。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上帝就差遣了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，我的父亲。这样就不再是奴仆，而是儿子。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就必以你为继承人。人算什么？竟然能够称上帝为阿爸父啊！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、怜悯以及慈爱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承受了他的救赎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
求你垂听我们，坐在基督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玛拿西的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你不瞒你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？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，给我们喝一大杯泪水。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，我们的仇敌在任意愚弄我们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求你庇护你所建立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拣选的子民，我们绝对不再背离你。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感谢慈爱的上帝将我们视为宝贝，使我们能够因为你的恩慈而被看重，而得到救恩，领受永恒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